報碳同發電，淨零路上嘅最後拼圖。當風電、太陽能同核電將電網推到95%無碳，人類卻發現最後5%嘅距離最難跨越。要令整個電力系統完全零碳，需建設巨型嘅儲能同輸電網絡，代價高得驚人。此時，碳捕捉同封存 CCS 成為更務實嘅選擇，唔追求絕對零排放，而係報反殘餘嘅碳排放，用工程手段抵消。DACCS 直接空氣捕碳係最純粹嘅技術構想。佢用化學吸附劑直接從空氣中抽取二氧化碳，理論上可以隨時隨地部署，唔依賴能源來源。不過大氣中嘅 CO2 濃度正係0.04%，極為稀薄。為咗捕獲1噸碳，需要處理上千噸空氣，耗能好大。現時試驗規模嘅 DACCS 每噸成本高達400至1000美元。即使未來降到200美元，都仲係貴技術。佢嘅優點係靈活分散，缺點就係效率同成本都極唔理想。BECCS 生物能源同碳捕捉嘅原理比較自然，佢利用植物喺生長過程中吸收二氧化碳，再將啲生物質燃燒發電，並從煙道中捕捉碳排放。由於燃燒氣體中嘅 CO2 濃度高達10%至15%，比空氣中嘅濃度高出幾百倍，所以捕碳效率大幅提升，成本約每噸100至200美元。更重要嘅係佢可以同時發電，好似竹子、橡草、蘆葦等快速生長嘅植物，喺生長期吸碳好快。當被收割燃燒並報碳封存之後，土地又可以重新種植，形成持續嘅負排放循環。呢種電廠可以喺無風無日嘅時候啟動，維持電網穩定，屬於真正可調度嘅綠電。兩者相比， DACCS 靈活但貴， BACCS 高效但需要土地。DACCS 適合作為分散式補償手段，而 BACCS 可以成為電網嘅一部分，既生產能源又減碳。喺中短期內，後者更加現實可行。要達到最後5%嘅淨零，與其再投入天文數字建設超級電網，唔如容許 BECCS 送工程方式彌補間隙。至於儲能，短期電力可以交俾鋰電池、熱磚、重力儲能同飛輪等技術處理，但要應付季節性嘅長期波動，氯氫同 BECC 先係更有效嘅搭檔。氫能可以長期儲存並快速啟動，而 BECCS 就兼具供電同報碳功能，呢兩者共同構成深度脫碳嘅基礎設施。當然，科學界仲未形成共識。一部分專家認為 CCS 係淨零嘅關鍵拼圖，但仲未到大規模推廣嘅時機。另一部分則認為，只要儲能技術夠強， CCS 根本冇必要。不過喺鋼鐵、水泥、化工同航空等高能耗行業，碳排放幾乎冇法跟隨。要令地球真正歸零，報碳可能係唯一嘅退路，亦都係最後嘅希望。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，請按贊同、訂閱胡思洞明頻道。下次再見。